咱来三角祈祷。主伫即个阮拄过国外节的时阵，阮做伙今仔日伫遮要来三角想阮的主的祝福，甲伊对阮的命令。恳求你通过罗卜的喙，阮所讲、所听，得到你圣神的帮助，帮助阮更较了解你爱阮听的。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我还佫伫台湾的时候，就开始伫想，转来即几礼拜要讲啥。好佳在有国外节啦，我就恁若会记的，我转来开始对4月头一个礼拜开始，我拢用国外节做重心，一直到顶礼拜吼，咱2礼拜前是国外节，顶礼拜咱讲掠鱼甲饲羊的代志，迄是国外节以后的代志。今仔日我要讲的即站圣经是迄个代志，搁较后壁是耶稣上天的代志。这篇讲道吼，应该是5月底讲才对，因为5月底吼，5月25，我先讲吼，耶稣上天的日子是吼，确定咱会看到圣经，国外节以后40日，耶稣甲学生做伙40日后，伊上天。所以哦，国外节后壁的40日是耶稣上天的日，教会咧纪念耶稣上天是迄个前迄个礼拜日。所以今年的国外节算的40日是5月29，所以耶稣上天的礼拜日是5月25。这篇讲道应该是迄阵讲，所以哦，恁会记得我捌甲恁讲，对国外节。对顶面算对后壁去40日是大旬啊，就是大斋节是吧？四旬40日，耶稣受难40日，所以你甲看吼，国外节做中哦，后壁算40日是迄个四旬斋啦 ，Lenten season。对算后壁40日是耶稣上天，这真趣味的代志。国外节。耶稣上天了后，过10日以后吼，是五旬节圣神降临。所以这一我讲遮是要，互恁有一个概念，教会节日用安尼算，你看拢用国外节做中心。所以咱即几礼拜我拢讲国外对教会是真要紧的，就是伫遮拢用国外节做中心来算。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对路加，咱要先讲路加24章44、49、53节，这是耶稣上天的故事啦。咱要进入这个主题以前，我先讲，搁一项是我要讲的是，路加甲使徒行传吼，同一个人写的，是路加写的。路加毋捌见到耶稣，路加毋捌见到耶稣。伊所有的资料拢总是，伊是头一个教会历史学家，伊去收集真侪资料。因为伫路加福音传的内底，真侪物件吼，路加写的别本无。譬如讲，玛利亚讲天使来找玛利亚，讲伊要怀孕生囝这个代志，别本圣经无，敢若只有路加有。耶稣12岁上圣殿迄个代志。嘛是敢若路加有，我无确实的证据，毋过我伫想哦，路加一定捌去甲玛利亚讲耶稣的代志，伊伫收集资料的时，我相信伊一定捌去找玛利亚，因为伊一款物件路加内底写，特别是耶稣30岁以前代志哦，敢若路加有尔，遐物件吼。敢若老母才记会条，后礼拜母亲节，我嘛要讲讲玛利亚。迄敢若老母才知影的代志，这真趣味的代志。路加吼，伊写路加福音传是要互一个人读，我说提奥菲罗，迄是啥人咱毋知。伊写即个
使徒行传第一章，伊嘛提起这个提俄菲罗的名，所以我伫遐，我来读一个吼，用提俄菲罗先生，伊就是写互这个人要读的吼。路加第一章嘛是有提起这个啦。伫我所写的头一本册，就是路加福音啦。我已经将耶稣所做教师一切代志，对伊开始工作，直到上天迄日，拢有讲起。伊上天以前有通过圣神，将真济代志指示所选的使徒。这是使徒行传的开场白。过去伊受害了后，也有用真济证据显明伊本身活地。伫40日的中间，有显现互使徒看见，对因讲论上帝国的事。这是使徒行传。我即摆要讲的是，我真袂了解是。迄阵啊，伫骗圣经的人是安怎伫路加甲使徒行传的中间去甲藏一本约翰福音传里啊？即两本应该连做伙，要读的人加足好读的，知影连调咧吼。有一个圣经学者讲吼，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可怕的离婚的事件。路加甲使徒行传爱做伙，中去甲踩一个约翰。伊讲这是，伊讲这 divorce， 这是人类历史上上严重的 divorce。迄是因讲的啦，我敢若，所以你知影，咱要读圣经的时候，真济的。咱今仔日读路加24章，路加24章，恁转去若有趣味是对头去甲睇咩？路加24章拢总53节，即章cover 40日，这是真少有的代志。这圣经内底真少一章cover 遮尔济。我小可讲安尼大概讲一下吼。24章所写，我大概讲一下。第1节到12节吼，路加是记古偌济透早，一阵妇女去探望。咱顶礼拜，咱顶礼拜，咱有看马可，嘛是安尼讲。马太所有的福音书拢讲，礼拜早起透早，一阵妇女去望的，因看到石头割开迄个代志，恁拢知。路加伫24章的第1节到12节讲迄样代志。第13节到35节，伫讲耶稣出现互两个学生，过偌济透早，迄两个学生对耶路撒冷行路要去以马忤，耶稣甲因讲话，伫遐甲因谈论代志。迄个以马忤咯，就咱拢捌听迄个故事。迄是12节到35节。第36节到43节，路加记讲耶稣对学生显现，伫因的面头前摕鱼起来食。咱顶礼拜讲的吼，耶稣摕鱼起来食，就是到顶礼拜咱讲的。路加讲好要证明，互学生讲，伊毋是模糊啊，伊是真正还佫会食物件。这顶礼拜咱讲。过来就是今仔日的经文啦。今仔日的经文是对44节到53节，44节到53节吼，这几节的中间吼，耶稣做5项代志，我大概讲一下吼。对第44节到46节，耶稣我拢讲耶稣开查经班啦。44节到46节。伊甲因讲先知对摩西讲旧约关系伊的代志，这甲迄个以马忤的路上，迄两个学生同款。你若去看26节甲27节，耶稣讲的拢同款，就是耶稣开查经班啦。甲因讲是安怎伊着爱受苦，伊第3日要过活这个代志。第44节到46节。第47节到48节，耶稣命令这学生讲：
恁就爱去传福音。咱拄仔有读，伊讲恁就爱去打，恁要为着这个代志做见证。恁即马有看到我搁活，恁爱做见证。这甲马太28章上尾啊遐讲的耶稣甲学生讲，伊要离开以前讲，恁就去普天的传福音，啊，甲人领用爸囝圣神的名，甲人领洗礼。迄个伫神学上叫做耶稣的大使命啦 ，Great Commission。耶稣所交代落来，一个真要紧的使命，就是爱去传道理。迄47节到48节，第49节，伊甲因讲，圣神伫要来帮助恁，圣神要帮助恁，圣神要帮助恁做这个代志。第50节，耶稣甲因祝福，路加讲伊举双手甲伊祝福。伫圣经的内底，耶稣举双手祝福，敢若伫遮尔。耶稣有祝福人，你会记捌有一寡老母带囡仔来互耶稣，耶稣讲耶稣甲伊祝福，耶稣可能是抱囡仔起来，啊，甲遐囡仔还手，拢是耶稣举双手祝福伫遮内底。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啊，第51节，耶稣上天。52节到53节，咱较顶会讲着吼。但伫遮我今仔日的题目，我今仔日特别讲的啥？伊伫遮路加写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恁读圣经时毋知有注意到无？咱拄仔读的圣经第50节吼，伊讲伊举双手甲因祝福，得甲因祝福的是离开因，受接上天。伊讲伊得甲因祝福的是离开因，受接上天。祝福还未煞哦，我主要是要讲这祝福还未煞，半中午吼，祝福还未煞，啊，伊就离开啊。这敢无真奇怪吼？礼拜煞咱拢有祝到，啊一半啊我走咧，我怎走落楼骹？恁讲我牧师今日是安怎？耶稣就是安尼呢？你敢无感觉真奇怪？是安怎耶稣安尼？我来讲，我拢甲恁讲，我头壳黑白想，我真正黑白想，我有想过来的理由。头一个是啥呢？头一个是耶稣，国外耶稣，上帝甲控制掉的。时间到，叫你转来，不管你咧创啥，你就是爱转来。咱捌拄着迄款，咱捌你的人吼，安尼人好好，啊，忽然间跌落去死去，啊，时间到，时间到就是爱转的。头一个理由我想的啦，头一个理由，时间到你转来，啊，就转去啊，你祝福还未煞，恁兜的代志。我想毋是啦，毋是，这我白想的。啊，搁一个理由，我甲你讲哦，我咧想讲耶稣吼，一定伊举手起来的时候，看到彼得，甲看到遮吼，看甲恁即阵吼，我要将传道理的时间交代恁遮哦。算了，我咧做转去。吼，这是我黑白想的。这无可能安尼啦！我要讲的是无可能安尼。为什么会安尼？我咧讲，这毋是我讲的，这我是去读来的。我感觉真有意思。有一个注解一下讲，耶稣伫祝福的中间离开，是要互咱知影吼，这个祝福毋是干那为着在场遐个学生。这个一直祝福的是离开，祝福还未煞，耶稣伫遐若煞祝福的是，迄个祝福是遮个人的哪点？咱拢无分。耶稣祝福还未煞，所以伊还阁得祝福咱，伊还阁得咱，这是真有意思的讲法。我真正学到遮个圣经学者。因哪会去想这出来？
真正足有意思。我愈想愈有意思。耶稣超工祝福还未煞的时离开，所以迄个祝福，咱的耶稣是活活的耶稣，伊是国活的耶稣，所以伊的祝福到今仔日犹阁得甲咱祝福。我感觉这是真有意思吼，毋是伫遐煞去。圣经内底有真侪祝福的代志，犹太人对祝福的代志是因足慎重啦。你会记得伫创世纪，迄个以撒的两个囝，一个做以扫，一个做雅各，恁会记得？迄个雅各吼，想办法骗因老爸，将以扫的因老爸要互以扫的祝福，甲因差不多是用偷摕，以扫生气，到什么程度？到要杀因小弟呢？雅各为着安尼，就爱走路。因看祝福是看甲遮尔严重啊，严肃的代志。伫圣经内底嘛，还佫有一个祝福是真出名吼。咱较顶仔上映的，就是要513首。迄个我有做一个，咱大家拢讲，迄是祭司亚伦的迄个祝福。我伫准备这时看圣经哦，看了我才知影，这毋是亚伦的祝福，这是上帝家己的祝福。我有对迄个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哦，民数记，毋是这个是我拄仔讲的迄5项啦。民数记这吼，上主命令摩西，就对亚伦甲伊的囝宣布。亚伦是祭司啦，伊的囝我那拢祭司。上帝命令摩西，叫伊甲亚伦甲伊的囝讲，甲这祭司讲啥？恁搁一遍，搁起来好啊。头前迄页，恁着安尼甲以色列人祝福讲，这是上帝讲的。第过去。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这个祝福，咱大家拢讲是迄个亚伦的祝福，毋是啦，上帝讲的祝福，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佫来讲安尼。因若奉我的名，甲以色列人祝福，我就要赐福予以色列人。亚伦的这是祝福，亚伦的祝福，亚伦的祝福有煞，这个祝福有煞。耶稣的祝福无煞，亚伦的祝福有煞，这个祝福是敢若对以色列人来听。佫一项，亚伦死去啊。耶稣过完咧，耶稣的祝福甲亚伦的祝福无共款，耶稣的祝福无煞。伫旧约圣经的内底，上帝的祝福是通过先知。伫新约的时代，咱的祝福是对国外的耶稣直接予咱的。这是真有意思的圣经的所在。我拄有讲，咱逐礼拜伫遮牧师礼拜煞拢有祝福，咱有祝福。我逐礼拜的祝福拢共款，恁大概我那拢会晓念嘛？我真正有较老啊，有想要讲的话，即马讲袂出来，你敢知？这是真严重的代志。OK， 我落去迄则圣经在，我要讲的是，我的祝祷吼，毋是我家己发明的，是圣经的话。
迄是伫迄个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13节，即个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神的团契，甲恁同在。恁会记我即马我会晓，我的祝祷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听、圣神的相通，相通就是团契啦。甲咱大家三甲彼得，这是保罗写的，这是保罗写的祝福哦。耶稣甲伊的学生祝福，也是牧师的祝福，毋是得 say goodbye。你看耶稣要离开哦。耶稣要离开，伊无安尼一个一个去握手，也是见下个无，伊用祝福的，因为祝福比一个一个握手会当更较快。祝福毋是 say goodbye， 祝福是搁一摆甲咱提醒上帝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甲咱三甲彼得，这是咱这祝福的道理真要紧的所在。所以我今仔日讲安尼了，恁对牧师的祝福可能较有迄个了解，毋是一个仪式安尼定定，迄是耶稣的祝福，甲咱伫地牧师是搁用迄个话提醒咱，会记个咱要搁活伫国外主的祝福内底。我即摆咱转来看耶稣上天这项代志，耶稣上天这项代志。咱今仔日有读《使徒行传》第11章。第11章第1章是第1章第60到11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60到11节哦，所讲的代志，甲24章咱今仔日读的这要共款啊，真共款，有一点仔无共款，有一点仔无共款。我伫遮做一点仔比较吼，伫迄个。使徒路加第24章吼，第24章第52节，我拄好讲52节，较顶下才讲哦。第52节，讲因耶稣离开了吼，因拜耶稣，拜了吼，大家欢欢喜喜，返去耶路撒冷，去阿罗上帝。我伫读这个时，我感觉路加吼，这是伊的。使徒迄个路加福音传上尾2节，伊即个结束吼，互咱有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结束。Happy ending， 耶稣上天，因甲拜耶稣，搁去欢欢喜喜，返去耶路撒冷。这个 ending 是真好啦。总是吼，我感觉。使徒行传第1章所描写的较有影，较有影。第1章的第60到第7节哦，耶稣带因到遐的时，因嘛毋知耶稣要上天哦，因毋知哦，因当然毋知。到遐的时，因问耶稣啥？伊讲，遮个人还阁想讲，耶稣是要带因去甲罗马输赢。因问耶稣讲。你即马要将主权恢复给以色列是无？你要将以色列为着以色列独立要来拍拼安尼？哦，咱台湾人都要独立，这咱拢真知的代志。遮个人看到国外耶稣讲，哇！你对死国外，你即马你遮尔有能力，带阮咱革命啊，是无？伊问，伊差不多是讲，你是即马要带阮去无？耶稣甲伊讲，迄个时吼，我毋知，嘛毋是恁会知的代志。其实耶稣吼，伫搁较早就捌甲因讲即项代志。耶稣伫迄个
马太第24章36节，伫马可我那有讲，伊甲伊的学生讲过，伊讲哦，关系迄个日，迄个时，就是上帝国当时要来的日甲时吼，无人知，伊讲无人知，天顶的天使毋知，囝嘛毋知，伊家己嘛讲伊毋知。只有天父知那定，耶稣讲甲真清楚。这个人上尾也拄着耶稣，还搁咧问这个问题。耶稣应答共款，我毋知，啊，你嘛毋免问。要紧的咧，要紧的是第8节。第8节伊讲，恁圣神若来的时，恁要得到能力，恁要对耶路撒冷一直到天边海角。做我的见证，恁毋免烦恼啥物代志，恁要紧的，这个时阵要紧的，爱去传道理，去做见证。啊，讲了，耶稣受接上天。伫遮路加伫使徒行传无讲举手祝福，若有祝福，我想是这个时阵，耶稣举手甲因祝福接上天。我讲哦，使徒行传的写，较，我感觉较实际。伊讲有魂接耶稣去哩，啊，即阵人一直咧看天，认为若咱伫遐的时，你看到的，耶稣国活就已经真不得了的新热呢。啊，即摆来到遮，看到安尼浮一伊个浮起哩。你会看到呀？你一定看天嘛？我嘛会看天，咱大家拢会看天。大家敢若伫遐，我伫想着台湾有这种看天，就是看天啊！我着看。圣经讲有2个天使徛伫因，就是讲加利利人，恁是安那咧看天？这个耶稣安尼去，嘛安尼来，嘛要安尼来。假使你伫遐听因讲这话时，你会安怎想？那我会想讲，大概后礼拜应该会转来吧。哦，你按刚你讲的，我好啦，安尼好，咱转来，哦，咱转来等1礼拜看卖咧。你为2000年啊呢？2000年啊，2000年，耶稣。也未转来，啊要安怎？你要来想，咱伫耶稣的祝福还未了，咱活伫这个祝福的下面，已经活2000年。你捌听台湾话有一句话做过渡期，你捌听？我甲恁过度了，过度。迄我一摆吼读新人院时，毋知是安怎，我会去参加一个总会牧师伫开会吼。我伫遐听，我迄阵啊新学生呢，人咧讲啥，阮袂使发言，阮点听。因毋知咧讲啥物代志，我袂记啦。有一个主管哦，有一个总会的主管。直甲这个牧师讲，咱呢即摆是过渡期啦，吼，所以大家较忍耐咧啦，吼。直讲，咱就是过渡期。我袂记是啥物代志啦。对，反正伊就是意思是甲大家讲哦，咱即摆暂时安尼啦，卖恁大家卖安尼直吵，讲咱是安尼啦。一直讲过渡期，我一直在听，我听到尾嘛是讲，你袂使逐项过渡期，就拢无要做嘛，对无？你哪有人安尼？到尾啊，有一个牧师徛起来甲伊讲吼，甲迄个牧师讲：，我请问你哦，你直讲过渡期，什么是过渡期？你知无？迄个牧师当然毋知要安怎讲。迄个牧师真歹哦，伊讲：，我甲你讲过渡期是啥？过渡期是吼，耶稣上天到耶稣过来，这中间叫做过渡期啦。伊佫来讲，
咱已经伫过渡期内底待2000年啊，你知影无？我印象真深啦，因为我哋哦，因为咱拢讲创业真困难，要开始一个事工情况，生理嘛共款，要开始也真困难，要维持迄个生理嘛真困难，你知影？要维持迄个生理嘛真困难。活伫中央吼，活伫中央，我即摆要讲的是英语是 live in between，between 啥 ？between 耶稣上天到耶稣过来，即中间，咱就是拄伫遮，咱就是拄伫遮。中间活伫中间有真侪困扰，恁捌听到？是讲做 midnight crisis， 中年的危机啊！是安怎敢若有中年的危机？你毋捌听到幼儿的危机，还是老人退休啊，就无啥物危机啊啦？那有时会破病啦，定啦。因为中年的危机，我有去看过哦。中年的危机是讲差不多40岁到60岁中间啦。啊，伊讲无一定是年龄啦。你拄着无安定的代志的时，总是安尼。你对，咱这2000年，咱大家咱看，我倒转去看，还是讲咱即嘛咱真正咱的问题足济，真正咱的问题足济。今仔日潘立忠来伫遮吼，我拄要用这个例，是伊甲我讲的。有一摆，我甲伊去伫迄个因迄个港口遐咧行路，遐足侪船啊！伊甲我讲啥呢？伊讲，我讲哦，这船啊拢足水。伊讲你毋知，有船啊的人吼，有船啊的人，2日足欢喜的。头一日欢喜就是买船啊迄日，哦，伊船啊新的足欢喜的。啊，第2日上欢喜就是船啊卖去迄日上欢喜。啊，中拢足艰苦的，你着爱去想船啊要放到底，租金安怎，这有诶无诶？你甲想，咱诶人生就是安尼呢。开始诶吼，开始啊，着拢要开始啊，啊，着载你去发挥啊。上尾啊，收担迄个吼，啊，着要收啊，着无啥啊，啊，无啥啊，着好啊。中遐诶吼。上艰苦的拢是中央的呢。我即摆去 Australia 吼，我以前对音乐真有趣味。Australia 有出一个足好的女高音，已经过身叫 John Sutherland。我伫遐看到伊的一句话吼，足趣味。因为伊是足好的 soprano， 足成功的啦。啊！大家讲哦，你实在真无简单，你实在这样足成功。即句话伊讲成功是一项代志啦，那上讲成功真欢喜啦。伊讲 sustaining is something else。迄成功，恁大家拢看我成功吼，我即马过去我的表现，原来爱有迄个水准才会使呢。迄真艰苦呢。创业真艰苦无毋对，要维持嘛真艰苦呢。咱就是伫即个维持的中间啦，各位。耶稣甲咱祝福了，伊的祝福甲咱伫个，伊阁甲咱讲，圣神特别来，恁毋免家己舞，我靠圣神，圣神要来。伫中间，咱拢中间安尼，敢若真，迄落总是我来讲，我伫想，伫中间吼，我哪有有利的所在，你敢知影？中间的人吼，咱头前有咱的先辈的模样，开始创业的人伊无，伊拢爱家己忙。我定定伫读迄
迄个《使徒行传》第2章，讲圣神降临吼，啊，彼得讲到一日3000人悔改，咱读着真欢喜啦。阮做牧师的拢毋茫，阮会当讲迄落道一日300个就啊，毋免到3000个。你捌想无？3000个悔改吼，敢若要找一个所在做礼拜，你都毋知要去倒遐做礼拜，你敢知？你看问题偌济，头前拢无啥物理由，因爱家己忙，事实的代志嘛，敢毋是？总是咱伫中的人哦，咱信用前辈骹遮互咱看，啊，得收担的咧，收担有可能真欢喜，有可能真悲伤啦。那生意做袂落去，了甲无真正无法度啊，都爱收担，迄是真艰苦啦。有诶代志已经完成啊，因真欢喜，安尼我到遮结束，迄会欢喜。总无论安怎，因无将来。咱伫中的人有将来，咱有将来。我拄仔讲，咱要入去，咱毋知影的将来。耶稣要得给咱祝福，圣神要帮助咱。搁一项，实在圣经，我毋知有放伫迄个也无，我袂记。哦，伫遮吼，伊讲吼，基督耶稣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打坐伫上帝的正边，得替咱祈求。耶稣毋是干那甲咱祝福那定，伊伫上帝边啊，得替咱祈求。我毋知影耶稣当时会来啦，咱会拄着真侪困难，这是一定的代志。所以我伫遮用这个圣经甲咱三勉励，毋通袂记得，咱是活伫耶稣的祝福内面，伊还搁在为着咱祈祷，圣神在帮助咱。最后我要用，实在是应该放伫头point的，我无。哥林多前书15章是保罗所写的第一段的一章，拢总58节。对第1节到57节哦，伊差不多是甲哥林多人，甲哥林多人讲耶稣搁活的代志，耶稣搁活的代志。啊，是的，这个我袂记讲。甲你讲我老啊，你毋信啊？不要紧，迄不要紧哦。伊伫讲甲伊一大篇伫遐伫讲国活耶稣国活，当然伊是要证明讲耶稣有国活。啊，第1节到第15节、第57节，伊拢伫讲因为耶稣有国活。第58节，伊结束的时候，伊用所以。阮顶摆读册的时候，造句我上爱做迄个因为所以，足好讲的。因为所以，保罗用足济57节伫说明国活的代志。啊，因为耶稣有国活，所以伊讲吼，伊结束讲，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摇作，着常常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着无做工，一定袂落空。这是保罗的勉励。我甲你讲，这个是啥啦？我拄仔袂记讲。咱受祝福啦，吼，咱受祝福。啊，这是真要紧的道理，我拄仔跳过真歹势。咱受祝福，咱普通真爱人甲咱祝福，咱拢爱甲人祝福。总是圣经哦，教示咱哦，互人祝福了，爱诚做人的祝福。怎我意思？你接受上帝的祝福，你爱将迄个祝福
互人。这首诗吼是英语的啦。啊，我伫中学的时代就咧唱啊 ，Make me a blessing。我毋免读啦吼，主要是迄个好的所在吼，迄个中文翻作借我赐恩福啦，互我成做人的恩典甲福气。啊，这是根据吼，这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8节保罗写的我敢若有放伫顶头。过来直接吼，伊讲吼，上帝会将逐项恩典丰丰富富赐互恁，毋若家己逐项教业，阁会当做逐项好事。上帝将恩典赏赐互你，毋是要互你干那享受尔，是要互你会当做更较侪好事。这就是迄个 Make me a blessing 这首诗的作者，伊用这节圣经在。真实的，我拄啊跳过，真实的，我真正老哦，真歹势。我搁用保罗所讲的迄上尾迄句，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做工着无一定袂落空。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通过阮的主，伫要离开的前，伊的祝福。对你的话，阮知伊毋若祝福阮，伊还阁在替阮祈祷。伊也应允圣神要帮助阮。伫阮人生的路途真侪困难，真侪阮无法度，差不多无法通通接受的代志发生伫阮的身上。由你无咱无记得，无论安怎，阮是你的囝儿，你还阁在祝福阮，你在替阮祈祷，你的圣神也在帮助阮。阮感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